济运攻击案，二男者逃出，民众发起活动，伫诚品南西店门口挨刀，台北济运也设置挨刀壁。黎明航空台北买片蚵，起飞进前空调设备更优，飞行机庆宴，境外另外一只来载旅客。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立场挖台湾的候选人当选，敢会和台湾恢复邦交，引起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号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芝。新闻头起先来看台北济运攻击案，今仔日是2男者的逃出，民众发起活动，下暗8点，要伫咧诚品南西店的店门口做伙演奏唱歌，同齐哀悼。即阵台北济运也修改规定，旅客若无正当理由，就挂防毒的面罩，袂使上济运。为着要感染勇敢主动欠款、不幸过往的有家抢。台北济运也设置哀悼壁，互民众说感谢。写细张纸条早回溯为中部上报生出来同学特别来悼念伫攻击事件主动嫌犯所不幸死亡的余家抢。我觉得于先生很勇敢，然后他值得被纪念。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就真的在那一个悼念的氛围里面，然后就比较正式也比较严肃一点。为这些牺牲的人，然后感到很遗憾。台北捷运今晚开始伫台北车站 B1 站通往 M7 出口通道，设暂时性悼念墙，壁顶写英雄硬挡倒甲火，挡路行行。这个城市会永远会记你勇敢的身影。拄着假日，不少民众献花甲卡片。到节服务除了会以外，唔通放饮料食物，车站人员会定时巡查。另外，因应嫌犯八卦风度民区犯案，北捷嘛修改规定，即晚开始旅客装扮有影响维安甲安全记录者，像讲无正当理由挂风度民区、过路色呼吸器、头盔等装扮，也是穿有强光武装款式等，经过考劝唔听，一律歪载。进我们的捷运车站，或其实你进任何空间，其实没有必要去带这一类的用具。我们应该就要注意说，它到底它的意图是什么。北捷嘛等咧研究未来无摆拄伫重要车站导入监视器 AI 辨识功能。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科学系教授陈永成分析，爱收集有够的情景模式，和 AI 侦测更准，避免误判。另外，就算做到提早预警，嘛都爱人力会当及时赶到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济运攻击事件过，有人破文讲要伫咧台中杀人，即阵已经上班啊，法院嘛裁定羁押。都惊会出代志，台中的警方宣布跨年晚会要执行安全检查，参加跨年活动的人袂使拖行李箱啊。警察摕区票甲人押上车。南投警方23伫咧抖音等的网络社群发现一个破文，讲到12月19台北攻击事件，这个嫌犯是因阿兄，因是共一个组织，而且讲要伫咧台中的卖场、电影院、连锁素食店大规模杀人。检警同一天伫咧台中丰原找到这个破文泄露的嫌犯，以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法办，获审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经检察官核发拘票，在台中市丰原区查获罗姓涉案的犯嫌到案，并查扣涉案的手机1只。全案讯后，依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嘛提升防止恐怖攻击的层级，警察详细伫咧舞台边搜查。台中市下年暗会即届伫咧水南中央公园办理，今年会派700个警察伫咧附近采6个安检站，而且为着避免有人模仿台北攻击事件的行为，嘛加强安检的速度。头一届禁止民众载行李箱、甲登机箱入场。民众到安检门的时候，就先把口罩拉下来。那因为这个大型行李箱里面可能藏有一些物品，是比较难以检查的。禁止携带我们的大型的行李箱，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措施，请市民朋友要特别注意。为案的勤务当中，嘛有温暖的故事。警察区别用伫咧台南市永康转运站外口，伫咧执行守望的勤务。分尸派长枪，而是这一天有一个女高中生送伊一张用手写的卡片，内底写感谢警方的守护。我以为他是要我们的协助，没想到他就拿出一张卡片给我。我就觉得那时候瞬间的疲劳感都消失了，更有动力继续保护大家。另外，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平安暝有民众去送感谢卡，卡片内底写的拢是对因的支持甲感谢，嘛，互基层的警察感受到温暖。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立营航空昨暗一架飞偏误的飞行机，伫咧台北松山机场要起飞进前，有旅客讲看到飞行机咧庆烟，佮闻到真插片的味，甚至无法度喘气。立营航空表示是空调设备各样，自动时有先换另外一架飞行机来载旅客。机舱内底规个烟，旅客拢真紧张，有人大声喊温度咧压悬。了后机长公布状况已经排除。冷气的关系，造成一些味道的散出。那目前情况已经解决。旅客讲，这班飞行机是要飞去偏湖，B7819的航班，拄要起飞的时阵，就出现插片的味，还佫有大量的烟闻出来，甚至有人头壳晕无爽快。虽然机长讲状况排除，不过所有的旅客要是讲要落飞行机，烟雾状况确实是弥漫到，连我这一种可能气管比较不好的人是会有点无法呼吸的状况。我们向他比叉叉，对，那有些人已经有点尖叫或是嚎哭，后来是还好，机组的2位小姐有帮我们去反应。针对这点，立营航空表示，2时为台北飞去偏湖的 B7819航班，若要起飞的时阵，因为客舱空调各样，考虑安全，飞登去停机坪检查，派另外一架飞行机载旅客。2时暗已经到偏湖，造成旅客不便，感觉真失礼。另外，平安暝中营 BR06 航航飞去洛杉矶的飞行机，伫半中途出现各样的信号。因为考虑安全，转降到关西国际机场检查。有旅客看到启动时飞行机的机室顶悬有气体喷出来，有经技术分析，这是飞行机当伫咧下油。原因是因为飞机都有它的最大落地重量，好，那么如果飞机在不是那么紧急的情况之下，它必须要做落地的时候，那机长就会考虑把这个油量放掉。中央航空表示，迄当阵已经有派共机型的飞行机去台办载旅客，伫旅客停候的时间有提供参观，造成旅客不便，因嘛有回失礼。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第3航站的北龙厅正式启用，总统赖清德有去现场参加仪式。总统致辞的时也讲到中央总预算和国防预算，希望立法院经送委员会审查，若无就无资格讨论宪政和建设。未来，这里不仅是回家的方向，更是台湾美丽的国门。桃园机场第3航厦北登机龙厅，过去24天的试营运内面，已经接平航班259架次，旅运量到58801人次。航班的目的地、出发地是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两花港2架航班。如果正式启用，按算每天出入境差不多40个航班。台湾已经成为，尤其是桃园机场，已经成为东亚的枢纽机场。所有的东南亚的旅客要到美洲去，大部分是选择在台湾做转机；美洲的客人要到东南亚去，也选择在台湾做转机。我们的第3航厦的落成，桃园机场的整体的旅运量可以容纳到8200万。目前的北龙厅敢若是第1阶段，暂时做延春登机区，要报到和通关嘛是爱伫第2航厦来完成。第3航厦的建设目标要到2007年底，包括主体航厦和南登机廊厅全区完工，捷运 A14站嘛会同步启用。每天动员超过2500名以上的各国工程人员，日以继夜的努力。总统赖清德嘛设远景，希望在2045年，特区服务客运量会当到8300万人次，货运量到385万吨，飞行机的起降会当到435000摆，创造2.2兆的经济效益。不过，话题一换嘛对向立法院，我会在也较紧来审议中央的总预算和国防特别预算，无就根本无资格来讲宪政和建设。公开讲支持国防预算，然后再借由各种理由。连交互审查都不愿意，国人听不懂啊，国人也没有办法理解啊，有什么问题就审查吗？执政党经得起考验。1.25兆的这个整个预算，我们希望提出来的人，也就是总统本人，到国会来去做说明，不是只有 AIT 的一个处长来去做说明，甚至也不是说所谓的这个美国的哪一个官员过来做说明就好。第总预算的部分呢，也是中心行政院应该追加进前立法院3读通过的军人加薪水、提关经销海巡退伍警这项目，无对解决代志是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大陆冷气团到台湾，天气变冷，各方面嘛会落雨，包括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甲金门拢发布低温特报，可能剩无90度。天气愈暗愈寒，湿湿个冷冷。即阵有真侪人走去宜兰的太平山、甲南投的合欢山，但要看落雪。
都惊这车路结冰会处造成危险。目前第14架线武岭到上雪楼的路段，拢暂时封路管制。透早天色蒙，天顶落湿啊雨，大阵旅客也后山行步道。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的温度一直降。海拔将近2000公尺的宜兰太平山庄，25早起8点，温度敢若8度，而且暗时到日透早有机会落雪。我抱着蛮大的希望说，这一次来太平山可以爬山，还可以长雪。今晚至明天的凌晨，温度可能会下降至1度。那水汽也充足的话，游乐区可能会有下雪的机会。台湾山武岭透早低温，原来有大阵游客来，车脉灰积，警方拘捕了后，随去引导分流，搁加强处地违规停车，现场拢总激发11件，交通才个通顺。因应武岭地区假日易塞车情形，本分局除编排警力疏导外，并将加强周边及道路两旁违规停车取缔，请民众遵守交通规则。25全台湾温度降真低，北部日下高温敢18、9度，温度一直落。半暝甲隔天透早会降到剩10度。气象署预测，日落水汽较济，北部甲宜兰2000公尺以上，中部甲东部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结冰还是落雪。明天的话，水汽上相对是比较偏多的，所以我们预估在中部跟东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另外就是在北部跟宜兰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可能会有一些结冰或是局部降雪的情形。公路局讲，第14架线3000公尺以上高海拔路段有落米雪甲结冰的机会。吹风18公里到大武岭41.5公里，为25下晡5点开始，移风性封路，车敢若会使出袂使入。其中31.7公里武岭到32.7公里上雪楼路段，山路正弯，较会出去，双线封闭管制。日落早起会看天气甲道路状况，再决定是毋是开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东昨暝地区翻新规模6.1，进用避南乡附近的体育中学灾情上严重，包括国训中心、东部训练场、学生宿舍、甲行政大楼，这壁倒甲天棚拢受损，加在是无人受伤。若未来一礼拜就要注意有规模5以上的地动买。大地震了后，25日下，台东体育中学教职员进行全校检视，发现行政大楼位定是到2楼，真侪所在壁拢有必损。学生宿舍2楼学生房间的外壁，嘛有真侪所在出现一个大母公看的壁棚，好在无学生囡仔受伤。如果有安全疑虑的话，有考虑会将两侧的学生的目前的住宿先安置在比较安全的一个场域。体育中学专业的运动场馆，嘛是国训中心东部训练场地嘛受损严重，包括室内脚球场、现代5项竞技场、天棚甲真侪运动设备拢落来受损。校表示，因为教室受损较轻，目前以学生囡仔安置优先处理。若是场馆甲宿舍、餐厅这建筑物，会请结构技师会勘，查补请教育部甲运动部资源经费的修理。那学生的那个安全的动线，行的动线、住的动线、食的动线。还有训练、学习的动线这些部分，我们做一个就是这个是我们优先来做处理的。日时台东地震气象署测到规模6.1，25透早3点到4点嘛分别测到2解规模4.6到4.2的地震。专家表示，台东触谷断山大较济，受到菲律宾海板块前缀着后亚大陆板块影响，发生规模6的地震可能会比较济。那个不管是花莲还是台东。还是宜兰都一向在921之前还有921之后，都是台湾那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最好发的地区。郭凯文进一步分析，台湾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差不多会当100天。伫台东避南发生规模6.1地震前，台湾已经有119天无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这届地震了后，春节前后要阁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机会降低，不过也是爱请民众多多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喇叭底森林公园有一群人，若像是学生，把生态池的鱼仔钓起来，放伫咧草坡顶悬，用卡打搁翕相，实在真罕过。市府表示，这违反公园管理自治条例，会罚1000块到6000块。离开水底的鱼一直伫跳，有人摕手机伫翕，阁有人用卡伫打。一阵看起来敢学生囡仔的人围伫草坡一直伫拎的鱼，算甲真欢喜。互现场看到民众无法度接受，将影片翕落来放伫民册社群，质疑因无尊重性命。我们自己本身是吃素的啦，所以对这种样的行为，我们当然是一定我自己本身会去制止。跟学校
讲一下，跟学生辅导一下，与什么共生的地方，你不要去破坏生态自然的。这种行为出现伫高雄台北底公园内这个生态池，市政府伫现场公告禁止饲鱼、钓鱼的行为。这几个人好亲像把鱼钓起来了后，拖起来边的草坡用脚打咧翕相。保全人员赶至现场时，业已离开。该行为已违反本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之规定，将处以新台币1000元至6000元以下之罚锾。去年3月，花莲某一个高中，原来有学生囡仔将鸟仔用力弹出去，互鸟仔为悬悬的所在落来，边仔还有同学录影引起讨论。台湾动物边缘促进会表示，这种亲像虐待动物的行为，要注意引导，因为国外研究显示，这跟家庭暴力还是暴力犯罪，拢有真大关系。动物不是娱乐。动物不能被戏虐玩耍。那其实，这个事件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一种被娱乐、被戏虐、被玩耍，甚至可能变成虐待的事件。促进会进一步指出，目前学校动物保育的教育是包含伫性命教育内底，大部分由有兴趣的老师邀请相关团体的人入来学校分享，建议会当自细汉，互囡仔养成无分种类的动物，拢应该爱注重边权观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要注意，这乌白蛋本数要重发啦！明年开始，基隆市乌白蛋本数本地罚3600，要踏悬到4800起跳。若检举的奖金也为7成5增加到8成。虽然在落大雨，但是兴庆纪念日放假，基隆庙口一大堆人，伫涂骹要找本数，阁真无简单。因为沿路拢有设等本数的所在，敢若看到一寡塑钢套和塑胶螺啊。对明年1月1日开始，来到基隆一定要注意本数袂当乱弹，因为乱弹本数罚的钱对3600已经提悬到4800起跳。迄就是讲，因啊乌白片去用掠着啊，加罚应当。可能如果普遍4800，可能稍微比较不合理，会让你更注意自己的垃圾不要掉到地上。应该会。基隆市环保局阁进一步甲检举奖金对75%提悬到80%，乱弹本数会防重罚，但嘛是有人无得惊。新北市三峡清洁队的内部有看本数主车，则是设置做本数收运的定点。平常时日是有开门，互民众等本数，暗时无开放。不过23半暝要2点的时阵，监视器的画面翕到有人先下过墙围的栏杆入侵到内面，甲本数主车塞到大门的中。外口是有一台货车，有一个人甲一袋本数袋啊，传互入侵的接应者，伫个人袂当等的时间等本数。怀疑有非法收运废弃物行为，本局除针对民众非法入侵的行为提告外，亦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环保局伫迄天做破地，发现讲除了装潢的废弃物，其他大多数拢是交付的本数。2个非法的入侵者已经互带到警察局来做笔录。环保局表示讲，业者若是无申请废弃物程度处理机构的许可文件，煞收运废弃物，会当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阁会当做伙罚1500万以下的罚金。已经移请检调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含咱断交的洪都拉斯顶个月办大选，开票要1个月，确定是立场我台湾，全支持候选人阿苏胡拉当选。因为票声差不到1%，对手唔关心政结果。目前的执政党也讲选举有做手是政变。El Pleno de Consejeros del CNE declara electo como presidente constitucional de la República de Honduras por el periodo de 4 años que se inicia el 27 de enero del año 2026 y finaliza el 27 de enero del año 2030, al ciudadano Nasri Juan Asfura Saba。听到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的结果，洪都拉斯国家党的候选人阿斯夫拉的支持者是欢喜欢呼。洪都拉斯伫今年11月底举行总统大选，开票开要1个月，即马结果总算出来啊！综合外国媒体的报道，因为选情真紧绷，计票系统真乱，有差不多15%的选票是需要靠人力来算。落尾韩国的全国选委会是完成99.93%的票数的统计，其中阿斯夫拉是得到148万1517票，得票率
是40.26%，伊的对手自由党的纳斯拉亚是得到1455169票，得票率是39.54%。阿斯夫拉是以差无到3万票，等于是无到1%的票数，险险啊赢对手。这个结果出来了后，阿斯夫拉的对手纳斯拉亚无承认败选，强调讲毋是伫咧煽动对立，但嘛未要求支持者行去街头示威抗议。No voy a aceptar un resultado construido sobre omisiones. No es mi forma de vida. Aceptar eso sería traicionar la confianza de quienes votaron. Y yo no vine a la política en 2011 para mirar hacia otro lado y hacerme el papo cuando las cosas andan mal. 另外，执政党籍的国会议长雷东多是伫个人社群媒体 X 发文，拒绝承认结果，表示讲这是选举政变，是完全违法、无法律效力的结果。洪都拉斯现任左派总统卡斯楚，第2023年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67岁阿斯夫拉伫政界30几年，政治立场是亲台。伫竞选期间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小听，这是伊第2摆选总统。阿斯夫拉捌讲，中国和台湾有邦交的时阵，国家的情形是比即马好买百倍，因为迄当阵国家会当得到搁较侪援助，贸易活动嘛搁较兴。嘛捌伫7月接受媒体的专访，表示讲，若赢会恢复和台湾的邦交，而且和美国建立搁较密的关系。公司新闻单是董编译。继续来看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立场我台湾的候选人阿斯夫拉当选。进前伊讲，伊若选调总统，可能会恢复和咱台湾的邦交，引起关注。啊，那咱外交部表示会保持开放、务实立场。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由挺台湾的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夫拉选调，伊选前捌讲，若是当选无排除恢复甲台湾外交的关系。外界嘛关注未来双方关系的变化。外交部尊重洪都拉斯人民依循宪政体制，并透过民主机制所选出的新任国家领导人。对于外界其他关切事项，外交部将秉持一贯开放务实的立场看待，目前没有相关评论。回头看台湾甲洪都拉斯的邦谊，双方捌建交82年。1941年建立公赛级的外交关系，1965年升做大赛级。不过2023年3月2日，洪都拉斯政府宣布甲咱国断交，越头都甲中国建交。原底洪都拉斯政府是真期待中国的援助，不过落尾手是双头无前后，颠倒面临黑暗产业崩盘、甲失业的问题，还有洪都拉斯甲中国伤兵部又失去平衡等等的冲击。学者认为讲，台湾甲洪都拉斯恢复邦交，也是有可能。它对中国大陆本来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就是跟我们台湾的邦交，台湾到时候能够提供它多少援助，我想这是最重要。它不是亲台或者是亲中，它一定是考量它的国家利益。学者认为讲，离阿斯夫拉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中国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动作。就算台湾甲洪都拉斯恢复邦交，嘛要注意中国可能报复的手段。亲像友邦性文心的新总理布莱德，被看作是亲中派，都可能加做中国积极友爱的对象。中国对台湾外交的施压，也是真恶解的困境。台湾一定要谨慎提防。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一直咧扩展军力，美国国防部即阵公布中国军力报告，特别讲到中国目标是伫咧2027年要有甲台湾拍落来战略能力。佮讲中国若真是要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有4种方式，而且中国嘛已经有材料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国防部一天就查到6台强机8只强舰1只公务船扰台，高将中国107发射载运火箭，会经过咱 ADIZ。美国国防部发布2025中国军的报告，特别关心台海问题的级别性，强调2027年目标包含具备对台湾取得战略决心。在整个防御战略呢，我们事实上也在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啊。相对的，我们把所谓的纵深打击的这个部分在做延伸跟加强。报告指出，北京若判断有必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可能考虑4种选项：无开战的协议、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甲联合电力作战。而且报告毋若伫台海问题，佮讲到中国已经把美国当作强敌，佮一直伫扩大核武，已经有能力对美国构成直接安全威胁。
其实美国会特别关注说哪一个国家的核子武器可以打得到哈。那其实中国的整个核子武器的数量其实不及美国跟俄罗斯的1/10都不到哈。但是核子武器有它的特性，就一枚能够摧毁，假设能够摧毁洛杉矶，其实都算一件很大的威胁。报告显示，中国核子弹生产数量虽然有放慢，不过也是有可能伫2030年前有清列核子弹，也可能已经掌握洲际弹道飞弹，发射90秒内侦测的早期预警能力进行反击。但国民建议，台湾面临中国威胁上前线，除了打造台湾之盾等自我防卫能力，也应该同步强化挽回打击的能力，甲美国等理念相悖的国家共同合作强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朝野立委拢提案要设立囡仔考照，那边两党的版本是希望政府替拄出世囡仔开课，第一笔政府会先欠5万块，刷落来逐年搁汇一班，一直汇到囡仔12岁。但囡仔食到18岁时，这户头上无都欠33万。为了应用台湾小自主化，国民党甲民众党共同宣布推动台湾未来小学 TFA， 希望借由伫立法院提出特别条例，替每一个伫台湾涉及0至12岁的儿童设立小学，由政府先欠5万块，当年再搁欠1万，一直到12岁。所需要的预算，包括超征的税额，包括累计税季的剩余，采取委托经营、稳健投资的模式，追踪的标的就是以台股的大盘为准，不可以限定特定的产业，不可以限定特定的个股，不可以使用杠杆。基金起先规模1130亿，民众党主席郭昌讲，第一阶段设定13年，但时间届满，会评估调整内容，也是延长。根据试算，以投资年报酬率6%试算，若是家庭无提拨，以今年9月出世的新生儿做例，满18岁时阵会当领差不多33万9。从5%到可能10%的年化报酬率啦，哈，那么大概就是在30几万到60万之间。所以很可能的数字是落在50万左右，会有一定的通货膨胀，所以我们也大概也算过，至少可以刚好 cover 他要念大学4年的相关的学杂生活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嘛爱政府，莫因为是在野党提出都无附属无执行，不过同款嘛是学美国川普校校的政策。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嘛伫前一天提出当大人 ETF 的构想，主张囡仔1岁至10岁，由政府甲家长每个月各提拨1,200投入台股 ETF， 互伊成年的时阵会当有人生第一桶金。其实，在11月4号的时候，我在质询卓荣泰院长的时候，就获得正面的回应。我也欢迎国民党拿香跟拜。对这代志，国会表示，针对小自主化议题，政府目前由政务委员跨部会专案伫处理，希望引入资本市场，透过公私合作解决问题。未来会为政策角度再进考虑这方面详细研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个囡仔考照政策，其实袂少家长拢会替囝儿试试开课欠钱。准讲未来国家斗汇钱，敢会当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咧？有学者是认为，这饲囝上开钱的是伫咧18岁以前。准讲要等到囡仔18岁才会使领补助，一般的民众也袂因为有这笔钱，就较愿意生囝。即卖的人饲囝经济压力大。有的家长为着囡仔考虑，亲像张先生，伊有2个囡仔，囡仔当出世就甲因办考照，包括家庭开销有剩的，还有囡仔的红包钱，全部拢欠伫这个考照内底。每个月比较不一定啦，可是红包钱一定会存下来。几岁要存到多少钱？我觉得可能他出社会至少准备个100万吧。那牛城是因一家伙仔，共款有2个囡仔，爸母决定甲幼儿津贴加入去囡仔的口罩内底，希望累积到一定的数字，再投入股市来累积。会帮他们定存，应该是说会有个紧急预备金啊，就是他们有需要用到的话就可以用。不过，即马朝野立委学美国川普的口罩，提出自动投资口罩的想法，甲投资 ETF 或者是成长型 ETF 加做目标。伫囡仔18岁了后，预估效益有65万至100万。等于政府到管理口罩，有专家烦恼讲，安尼有的人会看有食无。如果你这边给人更多的优惠，那我就把这个本来要自己存的钱，我就不要存，就存到你那个账户里面嘛。那这样的话，你政府的资源就用在那些本来就有能力为子女自己准备那个教育基金的这些父母的身上了。另外，自动口罩敢有可能会提高生育率？专家讲，囡仔细汉的时阵爱开的钱才是真正大条的，这才是互大家烦恼上主要的原因。18岁了后才会当领，恐惊是袂付起。
所以真的要这么做的话，那可能真的要有什么？要有一个特别基金，必须要有特定的财源。比如说我们有烟捐，现在市场很多就进了长照或者健保，我们真的要想想看说，那这些钱要有持续性稳定的财源。财政系学者提醒，目前无论倒一方的提案，拢需要有资金投入，所以财源设计是真重要。另外嘛，需要考虑未来少子化、物价浮动等等的因素，才会当保持长久甲稳定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团讲有2种下肢患者急救的药啊，德国原厂要退出台湾市场。食药署表示，这2种药啊，因为药商停产，咱尚无阁有3种有治疗效果的药啊，患者唔免烦恼。来韩食药署将全球停止生产供应该等药品，预计于115年7月完成最后输入规划后停止供应。经临床端评估，国内尚有其他成分同药理机转且具有相同治疗位阶的口腔吸入剂药品许可证至少3张，目前皆正常供应。食药署表示，2种下肢患者急救使用的药啊，虽然要停产啊，不过咱国内有同款治疗效果的药品会当使用，已经有请药商增加产量，患者唔免惊无药啊通用。真侪病院拢咧欠骹手，尤其是囡仔愈生愈少啊，儿科和动静医护人员无够。健保署即阵就通过儿科相关检测费给付加成，嘛要调悬7项红牙啊重大手术支付费用，拢总2亿3千万的预算，希望甲专业人才留好调。受到少子化的冲击，儿科大院医师的招募真困难，报考人数创新低，真侪病院拢真欠人力，连医学中心嘛招袂满。为着救儿科的人力，健保署正式通过儿科相关检测费给付加成，希望甲专业的人才留落来。每一个医疗服务的支付项目全部做调升，特别是针对儿童的加护病房，你只要照顾的是儿科加护病房的孩子，那我们就会调升支付。健保署表示讲，伫加护病房大院的检测费这方面，儿科专科医师各加价20%，啊，未满2岁囡仔，一般病床大院的检测费加成率对现行的30%调升到60%。另外，考虑到囡仔的精神科照护负担较重，健保给付登记偏低，即马嘛甲6岁以下精神科日时大院的治疗费支付点数对现行的877点提升到1623点。我们希望说，我们儿科医师留下来的，都希望是真正对小朋友的照顾非常有兴趣的。我们也非常强调，就是急重难喊这一块，希望都能够做好这一部分。另外嘛，调升南土康伤病难付的固定税等7项，新生儿重大手术的支付点数。健保署强调相关措施拢总差不多开2.3亿，现在按算明年的第1季会开始进行。另外，为着因应明年当照3.09路，健保署嘛征求北中南东各1间病院举办福建病院计划，和患者出院了后的黄金福建期相接，按算差不多1200个人受益。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卫福部有真侪新制度要施行，包括长照3.0要增加给付的对象，新冠疫苗扩大注射，生计补助求悬到10万块，各胃癌列入去公费体检。另外，中介收入户弱势补助，逐个月会增加1000块。2026年特别9月，卫福部公布真侪项明年新制，大省市长照3.0计划，为明年元旦开始，除了本来服务对象以外，会扩大新增加全年龄、失智而且失能者，也加符合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 PAC 受案的对象，而且长照2级以上，预估差不多有74.5万人得到好处。疫苗注射部分，年满6个月以上到明年2月底前，拢会当免费注新冠疫苗、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是改做20价 PCV， 提供65岁以上的长者，才会高风险族群来做。高年龄的人，然后他可能生病或者是有其他的疾病，但是家人就是要上班，没有办法照顾到他们，然后这样就是会对他们比较好。现在是自费，所以有些诊所不一定会进。对，然后如果是全民接种的话，然后又是有政府补助，应该会更容易找到可以接种的诊所。另外，针对国民年金被保险人也加无参加社会保险的生母生育补助，每一体生育给付国家生育补助会当领10万块。国建署补助45至74岁民众，每人终身1届大便抗原检测为喉温、螺旋杆菌公费体检，希望有助胃癌的防治。预估有60万人得到好处。他如果起步先从这个部分做也是可以啦，慢慢的其他的这种健检也可以进来变成健保。
另外，为了加强照顾弱势，针对政府列册的中价收入户等弱势族群，除了原来的生活补助，低收入户每人每个月加发1000块，中价收入户每个月加发750块的生活补助，为115年1月开始至116年1月底，一定发放13个月，差不多会当照顾54万5千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捷运发生攻击案了后，警政署伫咧3工内就发现网络顶端有71条相关的恐怖言论，而且嘛有抓到8个嫌犯。即马上惊出现模仿的效应，司法部也通知各大平台，若发现无妥当的言论，就要随摕落来，用 AI 随时监控。前几日啦，有网友伫咧社群平台发文讲张文郑这拢是伊成立的专案小组，佮讲要攻击小港机场不当言论的代志，毋拿一件。伫咧下晡，佮有民众打文预告讲下晡1点半要甲台北捷运崩掉，引起惊吓。警政署指出，伫咧台北市随机攻击事件了后，就出现真侪模仿的效应，敢若3工就掌握71个相关的言论，并且抓到8个嫌犯。阮会透过全国的各地的警察机关去掌握这网络上这不实的言论，不如检察官开股票。阮的依料嫌犯会恐吓公众的安全罪来达以上法办。警政署也提醒真侪人，就是讲用藏名的方式去留话，或者是发文了后赶紧删除，警察就抓袂到。其实这拢会留落来相关的记录和所谓卡件，因拢会追查到底。毋但是警政署、司法部也表示，政府拢会通知平台爱摕落来，而且现在各大平台随时拢有 AI 监控，留话就随互人掌握。各个平台都有他们的社群守则，如果是透过社群守则的话，他们通常会用 AI 的方式，然后也会用自动化的方式，先一旦侦测到有疑似这种制造恐慌或者是不当的言论，他们就会降低触及。警政署呼吁莫散布恐吓的言论，嘛莫看到相关的大文就要转传，第一时间先截图，马上向附近的警察机关报案。关键期间，大家互相斗3工，做伙守护社会安全。记者陈选郑俊佑台北报道。最近社会不安，台南嘛传出有人若像是分财产超白白，都举2支刀啊去酒吧找亲情理论，拢总3个人受伤，加在是无性命危险。警方即阵也甲嫌犯抓起来，依照杀人未遂罪上班。对监视器内面会当看到半暝啊传出有人大细声起冤家，现场轰轰嘣一声足大声，无人话讲紧报警。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咧天马光4点外时，台南赤坎街一间酒吧，哪像是因为家族内家产分袂平的代志，一个查甫人摕双刀伫遮要输赢，现场 QQ 落落，嘿嘿叫，甲厝边隔壁拢插起来啊！足大声，个时间真长，头有半点钟，嘿足恐怖，时间真长，个人咧烧麦。烧麦哦，对，看到足大声，第二日就被困一人。有救护车的声4点外，那救护车人咧困较会紧张啊。当去事发现场，涂骹也阁有足大台血液，消防局讲现场有3个人受伤，包含摕刀的34岁姓叶的查甫，佮有2个挑来的亲情。那这有受伤的空碎拢集中伫手，因分别坐救护车送去病院治疗，家在受伤目前严重。那警方这边表示，嫌犯为着家产分配的代志是专工摕刀走去酒吧找亲情理论，迄阵在场的人做伙甲嫌犯压掉咧。警察队的快达部队赶到现场，随甲人抓登去侦办。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现场有3名伤者，那我们先后送2名伤者到成大医院过程中造成叶贤以及其他2名在场人手部受伤，均无生命危险。员警当场将叶贤依现行犯逮捕。这件事件嘛，互外界想到日前台北都发生乌白杀人的事件。虽然这件是家族纠纷引起的，不过伫咧敏感的时机点，民众难免的心惊惊。警方回应会以杀人未遂罪嫌疑送侦办，后续嘛会持续巡逻，保护市民的安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2023年12月底，新竹县有一个29岁消防分队长尤尚华。伊去违法的建筑拍火，救出4个义工，不过本人不幸牺牲。代志发生2天外，即马分队长的老爸批评县政府无向相关业者追究责任，所以决定要讨国家赔偿。由无全指出，尤尚华过去放弃优秀的学校，选择做消防员报效国家，不过不幸为国家殉职。代志发生2天外以来，却无看到政府对当初时救出来的非法移工、雇主以及违建的厝主提出相关追究责任。雇主来
来聘移工的话，他们负责消防安全及住宿安全的管理。哦，那他非法，他大都没做啊。新竹县政府跟我讲说抓不到人，县政府我不知道是谁的单位写的，我不晓得。他说找不到雇主阿后啊，我就非常不服气了啦。宁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小孩的生命了，这一辈子根本无法平息。我从他死到现在，我每天都穿着全身的衣服啊。邮务专表示，过去2冬多以来，当初时发生火警的违建，到达若无拆除，处处甚至佫继续说服别人。伊认为公部门多日延迟追究，所以对新的管府诉求提出国家赔偿。那2个赚钱的非法的违建的，还在继续出租牟利，也不除了能够对我们道歉和解。这个不是公部门不作为吗？有关家属所提的相关的一个刑事或者是民事的诉讼的部分，这个部分已经进入司法的一个程序。那我们在这边也会持续的一个关注后续的一个判决状况。对，有些人如果觉得本府有国家赔偿的责任，可以书面提出申请，我们会按照法令的规定依法来处理。另外，邮务专嘛指出，公府拢无针对聘用非法移工的雇主进行相关追查，而且嘛无人来甲家属会实例可解，对家属来讲，公平正义到底伫倒位？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花莲旧年大地震，铁道文化园区一馆受损，交大拢还未修理好势，外界烦恼开放游客参观会有安全的问题。日本新乐器的建筑充满历史的气氛，这是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去年4月初3大地震了后，真侪结构断去，厝顶嘛放落来。目前暂时用更紧警力，有有封锁线，请民众唔通跨过。整个屋架是有歪掉哦，就是有倾斜的状况，主要是 BC 洞的部分。那可以看到这边像这一排的柱子哦，都有点倾斜了。因为一馆户外空间也是依次开放，敢会有安全的问题引起关注。加上今年2月已经摕到中央补助5600万，会当修理，不过到当也未动工修复。地方真烦恼讲会囥伫遐咧用。因为你现在进来，整个就是感觉结构很危险。那建筑师也在做结构的修复嘛，里面有一个好的一个电影院，但是你里面怎么乱七八糟，又弄一个封锁线，你这样让观光客的感受很差嘛。文化局解说，文化资产修复要经过基础调查的研究，听候修复再利用的报告书出来了后，还阁要送审议会来审议，规划设计了后，才会当甲工程发包出去。那我们原则只要修复再利用的原则出来了，我们现在会先提审议会来审议，然后它的规划设计可以同时同步进行，所以像目前初步规划的话，应该可以缩短4个月的期程。铁道文化园区一馆是1909年日本政府起的。较早号做铁道部花莲港出场所，是早期管理花东铁路的总指挥所。2002年来做是花莲的历史建筑。文化局强调讲会赶紧修理，恢复基本样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耶诞节，台语版的耶诞歌你敢捌听过？改编歌词的创作者是今仔日作家王金选。伊讲这歌词是20当前写的，有藏伫咧国小教材内底。想要到即马伫咧网络顶挂引起讨论，搁唱起来。圣诞老阿伯，礼物派一个地，也有运动会，也有红红色。欢乐伙人跳台语圣诞歌，这条歌叫做《圣诞老阿伯》，听起来真有过节的气氛。因为网络的关系，伫咧电影平台有真侪人起赞。但是你敢知影，这条歌已经创作20档啊，连这个放假嘛是20档前做的。这条歌是20年前吼，我本来就伫咧写囡仔歌，拄啊一间南部的公司叫做金平企业公司哈，伊讲因咧做台语的教材，希望会当用西洋的迄个叫做圣诞歌吼，啊甲改台语版的看好无？王金选老师讲，这个歌词是伊20当前写的，是写来做台语课本的教材，互小朋友落去唱。无想讲，即马伫咧网络顶有真侪人咧流传，互伊真欢喜，嘛真意歌。较早人传互我的时阵，佮问看我有听过这首无吼？啊，我就拍摄讲这首是我写，我就甲他写讲有听过安尼尔。今仔伫咧台湾过圣诞节，气氛真重要。有国小的老师，逐当除了会放台语版本的圣诞歌以外，佮会用罗马拼音甲学生写卡片，过一个台版的圣诞节。我除了呢，王金选老师的《圣诞老伯》这条歌，我会教因安怎念、安怎唱。啊，我嘛会互囡仔呢做手工，比如讲这张是圣诞树，
啊，嘛互囡仔呢用台语写这圣诞节卡片。 王金选老师讲，看到囡仔会当拿唱歌、拿学台语，是伊一直以来的梦想。因为较早细汉住伫台中的山区，无啥物娱乐，听歌是伊上珍贵的记忆。这20冬来，伊也创作600多条的台语囡仔歌。目前伊也当咧计划出过年过节相关的囡仔歌，来陪伴囡仔大汉。记者陈选、郑俊佑台北报道。 国际新闻：北美航空司令部逐年拢有专线服务追踪亚旦老人行踪。那今年美国总统 Trump 嘛去接电话 ，Trump 和囡仔讲话心情真好，嘛参加侪政治。伊甲囡仔讲，绝对袂互歹心肝亚旦老人闪透走来美国。美军北美航空司令部年度的任务，就是以雷达甲卫星系统追踪亚旦老人送礼物的进度。美国总统川普甲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坐做伙，照每一年的传统接电话，互敲电话来问的囡仔，知影亚旦老人上新的行踪。We track Santa all over the worl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Santa is being good. Santa is a very good person.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he's not infiltrated, that we're not infiltrating into our country a bad Santa. 川普接的电话，囡仔的年岁差不多4岁至10岁。当伊甲囡仔通电话的时阵，心情看到真欢喜，毋过嘛唱真侪政治笑亏。What would you like Santa to bring? Not coal. Not coal. No, you don't want coal. Well, coal is, you mean clean, beautiful coal. I had to do that, I'm sorry. No, coal is clean and beautiful. Please remember that at all costs. 土炭袂造成污染，是川普伫咧竞选的时阵，称在对选民发的口号。另外，伊还阁学了一个想要爱电子挖土器的囡仔，讲伊的智商一定真悬。美国都是需要这款真巧的人。遐若澳洲真出名的观光景点邦代海沙堡，每一年拢会有真侪民众穿亚旦老人的衫来到遮泡日头。毋过发生抢劫案了后，人丁明显有较少。海沙堡附近嘛有增加真侪救生员甲警察伫咧巡逻。I think it's tragic, and I think everybody respects and is very sad for what happened. I think people here are out on the beach because it's like a celebration, but everybody has got it in the memories. 亚旦老人送礼物的时阵，上界需要的就是巡逻。规个芬兰差不多有20万架巡逻，市巡逻的牧场面积差不多12万平方公里，占芬兰国土的1/3。芬兰的天气寒冷会到零下70度，热冷是30度以上。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北极圈温度加悬的速度是其他所在4倍。若地区落雪量减少，落雨变较济，雨水若结冰，巡逻的食食第一就会去互冰砍掉咧。互巡逻要找食的是搁较恶。目前这种现象对芬兰传统市巡逻的产业带来严重的迫害。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公布上新的20点和平计划草案，包括俄乌双方撤军、美国、欧盟甲北约爱提供安全保障，佮有互乌克兰加入欧盟等等。不过，上重要的领土主权、核电厂的控制权，也是无共识。Мрія у всіх нас одна, і бажання ми загадуємо одне на всіх. Щоб він сконав, скаже кожен про себе. Але коли звертаємось до Бога, звісно, ми просимо ширше, просимо про мир для України. Ми боремось за це і молимось за це. 泽伦斯基日是对全国发表的平安夜演讲，强烈谴责陆军连日来大规模攻击，搁再声明全国对和平的愿望。这场拍4年的战争到底要安怎结束？泽伦斯基前一天对外公布，伊甲华府达成的上新共识。国防方面，泽伦斯基愿望美国、欧盟甲北约以类似北约第5条款的集体防御，保障乌克兰的安全，建立监控和平机制，以及对罗西亚可能侵略行动的具体回应措施。另外，乌克兰威胁国家的地位无变，即马80万军力的规模嘛无变。若是伫经济甲政治方面，泽伦斯基要求乌克兰爱伫明确规定的日期正式加做欧盟成员国，搁得到快速加入欧洲单一市场，搁爱加紧甲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时间。乌克兰也需要8,000亿美金的援助基金，方便进行战后的重建。
不过，美国、罗西亚加乌克兰对乌东领土主权的归属，以及陆军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控制权，也是有无共意见。泽伦斯基指出，愿意为高战区撤军，和乌东建造非军事区。不过，美国提出的是伫乌方控制的顿内茨克州设立非军事区加自由经济区，但是罗西亚是要求完全掌控顿巴斯。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台湾的草莓是寒人大出，不过伫咧英国是6月、7月热人才食的果子，所以亚当这只的草莓大部分都是为非洲进口的。即阵英国有农民透过温室和 LED 曝光的技术种草莓，让英国人12月要在地草莓通买。对英格兰南部的索塞克斯、肯特到中北部的林肯郡、约克郡，拢会当看到即款的气泡农场。有的是传统开放式的建筑，邀真侪农民搭温室来保护水果。但是，就亲像大多数的农作物共款，伊也是看天食饭。因为安尼，英国的气泡季节集中伫热人的6月甲7月，拄好是网球4大比赛之一——温布顿锦标赛的赛季。而且，气泡会用讲是英国上受欢迎的水果之一。圣诞节就要到啊，农民拢咧上步，要互国产的气泡也当伫圣诞料理当中正做真享目的名称。We're producing here enough energy for the plant, so the leaf receive that energy from either sunshine. Lovely day today, so we're lucky today. But if that was not a sunny day today, the LED lighting would create enough energy for the leaves to absorb that energy, take it in, and deliver the energy to the berries, which comes also with sweetness and size. 16% of the fruit we consume is UK grown. So the vast majority is imported. And when it comes to vegetables, we're looking more at about 50% or so. So there's a lot more that we can be doing to build up and should be doing. 各地农民的想法也无相同，用 LED 电火来取代部分日照功能的农场。索塞克斯的这间农场用的比例就真悬，占地大约3.6公顷，强美是2个台北小巨蛋遐大，所需要的电力来源也真惊人。为着降低环境的冲击，温室处长就到一块真大地太阳能板。You're going to need a lot of heat and you're going to need a lot of light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ose summer growing conditions. So everything hinges on the energy source that you're going to be using. 英国天空新闻的报道指出，针对2025年的冬天，这个农场按算会当提供150万盒的气泡，让各地民众伫圣诞节拢会当食甲舒舒叫。不过，就算加上其他各地农场用各种方法伫咧冬季出货的气泡，占整体市场比例犹原算是少数。因为安尼来自埃及、摩洛哥的进口货犹原是真重要。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12月24是平安夜，嘛是小熊维尼的生日。1925年，小熊维尼以野蛋故事的形式头一届出现伫咧英国伦敦的报纸。到达满1世纪啊，伊故事的外形和故事伫咧全世界犹原是真受欢迎。走路摇摇摆摆，身躯顶穿红色的衫，上介意的物件是蜜。大家上介熟悉的角色之一，就是维尼乐普。这个角色对1925年第一届出现以来，到今已经有100档的时间。一开始，维尼是作者米恩伫伦敦暗报顶悬写的儿童故事，描写维尼因为爱食蜜，互胖甲肉，甚至卡伫土坑内底的故事。这篇故事是作者米恩为着迄当阵5岁后生所写的，所以后生克里斯多夫罗宾也真做是故事内底的角色，甲维尼做伙伫森林内底冒险。维尼的外形是来自作者米恩送互后生的熊翁仔，也那名是来自迄当阵伫伦敦动物园有一只也号做维尼的细只乌熊。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think that it still resonates with children is the sense of snugness. It's an enclosed space of friendship. And one of the chief anxieties that children are trying to negotiate these days is the world has gotten so big and so immediate and so accessible to them. 1960年代，迪士尼摕到维尼乐普的版权，而且重新甲做成放假，伫咧新世代当中搁再兴起来。维尼乐普的故事重点毋是道德，是强调朋友之间互相扶持、互相陪伴的情感。I think what the text does there, it doesn't kind of negate these as difficulties, but what it does is to say, no matter who you are, no matter what you're like, you're valued, you're loved, your friends are there for you. 维尼乐普出现以来，也真侪届商品化，毋但是真大的商机，也真做是全世界上界有名的角色之一。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会当真简单地感受到这只黄色熊仔囝的魅力。
I think it will become perhaps less relevant over time, but I think it will still retain a core of devoted fans, which as long as I'm alive, I will be one of. 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天气玻璃仔，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2度到15度，中部地区12度到18度，南部地区12度到21度，东部地区13度到19度。大都地区9度到1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暗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